受到疫情影响比较变多，还是在那个就是生技医疗，那另外还有电子商务、电子支付，还有金融业跟半导体。那我们看到台湾在整体的AI 跟5G，还有像网络银行、电子支付，那这个相关产业就是属于就零接触的这种产业，那包含物流配送，比如说我们的平台的那个配送的平台，这个也是增加。那其实第二个就我们在看到台湾很多年轻人原本想要去海外留学的，那确实他们在这一波疫情过后，今年都转到台湾开始找正职的工作，然后但就有少部分不受疫情的影响，还是会很勇敢的到海外去留学，但是这个比例算是偏低的啊，所以我们来看以台湾来讲，今年很多年轻人他们就选择在台湾直接找工作，那也造成今年求财端非常的旺盛，那求职的部分呢，其实也比去年微幅增加。那如果以像就是您刚刚提到的那些所谓零接触的产业，如果一般的就是大学新鲜人对这些产业有兴趣的话，你会建议他们怎么样，就是会或是具备哪些技能比较容易投入这些产业？我们先看产业别哈，如果从产业别来看，我们刚刚提到像 AI、5G、半导体产业，那以证交所这2年公布的平均薪资待遇来看，那第一名最高的还是在金融业，那第二名呢就是半导体业，那接下来就电子资讯，还有像生技医疗产业。所以在选择产业上面，我们都会建议如果要找薪资待遇比较好的，跟工作比较稳定的，那这几个产业确实是可以考虑，而且他们发展的前景也相对比较好。那如果从职务类别来看，我们再看职务类别，从求工比来看，就是如果求工比越高，相对的你的那个就是那个企业找人就更辛苦哦。就比如说有一个职位，然后呢，那个就是你的那个求工比如果比较高，那相对的找人就比较辛苦。那我们再看从求工比来看的话，职务比较多的还是在电子资讯的软体工程师，然后另外半导体里面的制程工程师这个职缺比较多。那如果非理工科的话，就是行销、企划这个职缺，还有业务的职缺。所以一般来讲，我们还是鼓励年轻人可以挑战业务的工作。然后另外，行销企划的职缺数也随着电子商务的发展，它的职缺数也越来越多。那还有一个是不是在谈薪资待遇的部分？因为回到今天的主题，我们大概有做了，等一下有一个统计。好，那其实我们在看今年的状况里面，我们在建议年轻人，就是我们从薪资待遇来看，除了刚刚提到，根据证交所公告的金融业、电子资讯、通讯产业薪资比较高以外，那我们再看到海外派任的职缺的薪水也会比较高。那104在过去调派像台商。那调派东南亚薪资平均是台湾的1.5倍，那担任管理职的也普遍都比较高，所以我们会鼓励年轻人在这段时间，在求职的阶段里面，也要持续的强化自己的英文能力，还有国际观的能力。那要保持移动的可能性，就是包含公司想要派你到台南、新竹，或是从台北调到哪边，应该可以接受。其次，比较建议可以跟随台商国际化、全球化的布局，然后到新南向，比如说印度半岛或是东南亚，还有美国、日本、新加坡等地去上班。那这样的薪资待遇确实会比那个国内上班都还要高。